民众党主席郭文哲受起诉，昨一寡支持者去到台北地检署甲声援。另外，民众党也开国际记者会，讲政府是政治对杀。那阵郭文哲收人1500万的乌西检方，乃会无法度交代时间、地点甲金流。黄色旗仔顶原写放人，今仔日郭文哲明仔载任何人。这支持者下晡开始到北检外集合，声援民众党主席郭文哲。今天柯文哲，明天就啃任何人，因为他根本没有证据，没有判决下来就关4个月，已经是很离谱了。郭文哲牵涉经发生案甲政治献金案，互北检起诉求刑28年6个月。对这代志，民众党召开国际记者会，谴责执政党政治对杀，北检无证据用到的滥权起诉，变作政治拍手。柯文哲不是一个会贪污、会受贿的人，柯文哲代表台湾369万公民拥戴的总统候选人，对柯文哲进行政治迫害，也等于是对369万人意志的追杀。林富南讲，郭文哲绝对袂收乌西钱，不过像是透过干部一项反对起诉书讲的，郭文哲亲身收1500万，不过讲袂出来时间甲地点，用无明确的字、无证据的指控。说柯文哲亲自收了1500万，但是说不出来柯文哲在什么地方收受1500万，说不出来柯文哲什么时候收受1500万。黄国昌讲，希望台北地法院接压庭，依照正当庭事公开审理。针对北检指控郭文哲耍用账目基金会的捐款，民众党秘书长周如修回应，账目基金会的运作模式，甲民进党的新建改文教基金会做法差不多。众望基金会的运作模式，跟民进党的新境界文教基金会，并无实质上的不同。为什么赖清德可以？柯文哲就该死。法院应该还是会站在比较公平的立场，所以我们会尽全力捍卫他的利益。针对台北地法院顶礼拜裁准郭文哲假是党主席的声明，周如修表示，到目前也无收到批。林富南讲，准讲有收到实质批，中央委员会嘛未接受，一定会等郭文哲回来继续领导台湾民众党。民众党记者会后，嘛向支持者行礼致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